听众朋友，欢迎回来甲咱义言之声少年人的现义广告电台。刷来呢，继续要替大家来问马叔吼两个问题，上重要的两个问题。头一个就是聊天顶敢有的第二作的续作安尼，敢有？伫我的心内是有啦。望你三记就对。对啊，因为正经迄个专案已经结束啊，但是较无马上开始新的迄个续集的即个专案而且阮的团队其实已经拢无伫原来迄间公司啊，即马拢各自伫无共的公司，所以第一期内可能无法度重新搁开一个专案，叫做譬如讲聊天顶 Part 2安尼。但是伫我心内是有开始伫想讲，第二集若是这个故事继续讲要安怎讲？因为对我来讲啊，第一集基本上是我查真侪伊的历史的资料嘛，然后伊本来是1909年死伫迄个巴黎遐嘛，但是我甲迄个改编嘛，有一个 happy ending， 你会当无死嘛，所以为遮开始。即个故事等于是全新的啊！我都爱专心去想讲，若是聊天顶迄当无死，后来伊要安怎做？最后的结局是我迄个游戏的版本结局是伊甲乖登去台中清水遐，敢若都无爱插江湖的代志嘛。卖米糕，但是若是我爱继续互即个故事继续行，伊爱安怎伊佫会走来台北，过来甲遮的日本人相战，就来开始想一寡遮。而且我的兴趣，我会想讲，同款啊，嘛是要放一寡台湾的故事入去嘛。可能会想讲第二代若是做，会当放啥？其实阮真侪伫做第一代的时阵，有真侪本来想的故事拢无做入去。后来拢是因为经费啊、时间无够，拢用卡掉。譬如讲先莫讲故事哈，场景好啊，台北迄个。恁拢咱即搭啊，大条店即搭啦，游戏世界。对，恁即马算着主要是大条店遮嘛。其实迄阵台北嘛有一寡其他所在会当介绍啊，比如讲迄个台湾新社、台湾神社。台湾新社圆山迄边。对头前有一个桥嘛，明治桥嘛。明治桥。对遐真水嘛，我看到迄相片拢感觉足水啊。而且明治桥，我今年8月拄好嘛去明治神宫。迄明治神宫头前，迄表参道无表参道，甲迄落伊边仔迄座桥，其实甲台湾新社，甲迄落台湾迄明治桥小像呢。是哦。迄景嘛是，你若有机会，听众朋友若有机会，你去明治神宫遐去遐佚佗，你为明治神宫，你算了后踅了后，你对明治神宫出来的时阵，你就会看到这就敢若中山北路，足像诶。对，系啊，对啊，像遐那后边我去日本，我要去遐踅看觅。一定来。对啊，那像迄个场景本来嘛是要放在游戏内底，因为迄足水嘛，看个相片本来嘛是有设计一个真大的箭道伫迄个桥顶。新社毋是咧新社。有伫新社门口的迄个桥顶但是后来就时间无够嘛，所以迄部分的故事就先cut掉了。嘛是可惜。你其实嘛答第二个问题嘛回答了，就是讲即个聊天顶的结局，若是好的结局，即个部分你尾也要安怎甲伊设计？其实咱大家就知影讲，有可能其他的台北的啦、台中的景，你嘛会甲揽掺落就对，甲台湾的故事啦偷揽落去安尼。对。你就变做迄个古早时代足含的迄款。其实你的电动内底迄个 BOSS 关卡拢足含的，节拢足含的。日本什么个艺伎啦，个弹迄款迄款有够歹拍。佫有一个继续要甲咱问讲即个就是讲，咱即马台湾做游戏的即个公司是有较济。比咱10年前来看，其实是愈来愈济。而且游戏做出来，即个咱讲完成度也好啦，好耍的即个部分嘛好，嘛是愈来愈好。毋过有当时啊，人都是讲，外国啊，咱会当做迄个3A 的游戏。就是用足侪时间、足侪成本甲开了，其实这个问题就是台湾都无迄个成本嘛，对无？毋过台湾敢有即个能力，咱大家实际上是要问的讲，
台湾敢有迄个能力？咱先莫考虑成本的问题，敢有能力会当做一个家己的即个3A 大作，啊，搁有即个网络顶头咱咧看这台湾的这游戏的时阵，毋知马叔你是啥物款的看法安尼？即个问题真侪人咧讨论啦，尤其是前一阵仔迄个空出来的时阵，大家拢咧讨论啦。第一啦，能力我感觉是一定有，但是为什么无除了迄个钱迄个代志以外，钱即个元素，这可能是市场啊，是投资面头家因咧想的代志。这我先莫讨论，我刚刚来讨论讲开发这段吼。对，钱咱拢无熟，钱甲咱无熟，咱嘛甲钱无熟，放好去。遐个问题较复杂啦。对。技术这部分，你若譬如讲，今日看一个3A 大作，你若甲每一个所在，每一个物件的技术，你拆开嚟看。比如讲，伊的美术，伊的迄个 3D 的 model， 建模，还是伊写迄个剧本程式啊，对，还是剧本。每一个物件你若拆开看，你台湾一定拢是有人会当做会到。哦，对。但是有一个真重要的，敢有人会当甲遮的资源整合起来，靠一定安尼来做安尼。我譬如讲啦，若是讲即摆有一个头家伊互你这个钱你伫台湾，你嘛找着，譬如讲，你找着300个人来做，你敢有能力去管这300个人？你即个专栏的即个规个 project 的即个 schedule 你安怎排？咱无即种王牌 producer， 无。台湾真侪 producer， 但应该是较少人有即个经验。对。因为即款物件是爱经验的啦。现实来讲，就是即马较无可能咱较无即款的经验，我感觉这嘛是一个重点嘛。无你若看每一个技术，你若拆开看，其他拢有法度做会到啊。其实有一寡游戏，有一寡动画，其实动画电影咧内底迄个工作名单，往往外国的，其实内底嘛有台湾人对无？就侪台湾人诶。系啊。对啊。所以这除了钱啦，对搁有拄仔讲的即个整合的即个嘛是真重要的一个部分，但是这部分我感觉就毋是真紧就会当改善的，因为这可能你爱出一个 game， 出2个 game， 出3个 game， 你可能失败几啊个，你才会成功一个。但是我感觉对台湾来讲，阮会当去想讲，啥物物件是对即摆的台湾较适合吧？比如讲，咱即摆就是真侪indie game 嘛，真侪 indie game 的 studio， 大家可能拢毋是伫个几千人的公司，可能拢20-30个，阮就会当去做较适合阮的物件。因为我感觉无一定讲，就一定爱去做啥物3A 大作啊，因为迄是无共的市场嘛，是无共的产品嘛。真侪indie game 嘛，真有创意嘛，真好耍啊，嘛真有迄款文化的内在伫内底啊。所以我感觉迄无一定爱去追求迄啦。虽然讲迄可能较容易想报纸来头版，还是安怎，较会侪人讨论，但是迄会当追求啦，但是迄袂当急，迄无可能讲即马政府等几亿还是安怎就会当明年就会当出一个出来，迄无啊简单啦。毋过政府若真正趁钱，是毋是机会就较大？文策院啊，文化部你敢有咧听？是，我感觉是啦，但是我感觉即马迄补助的钱可能无啥够。可能无，我讲的意思是，伊可能因的观念嘛爱改，袂当讲各用补助，应该爱带头来做即件代志，而且因袂使惊讲，因为有一寡人吼，选民就会讲你政府带头做即个。有暴力的啊，有色，有即个裸露色情的物件，因嘛是会惊这啦。毋过我感觉应该政府爱来带头做即个代志，因为韩国就是政府带头啊，对无？是无毋对啊？因会当着等政府做，就像你拄仔讲的包袱较济啦，伊爱顾虑这顾虑迄，而且共款你无可能足紧就会当做3A大作，但是。共款，若是政府来补助，还是来协助遮个代志，嘛是通先做一寡较细、较中型、细型的 game， 慢慢你即个产业遮个规个即个生态链拢建立起来以后，迄个时阵才有可能来讨论讲，咱来安怎做一个较大的。对，就是爱先互，其实爱先互即个省电动的这个人口数会当用一个较健康，因为即摆人口数其实应该
伫台湾无讲介济对无？因为我咧学校咧问的时阵，拢咧耍游戏的迄个少年囡仔拢无讲介济呢。一班40-50个人，差不多才2-3个有咧耍。因我毋是干若问耍电动，我嘛有讲恁有即落Steam 的账号无？啊有买 Switch 无？遮我拢甲问哦，其实拢差不多5个6个安尼。即摆可能拢耍手机啊较济。手机啊，就无算电玩啦。手机啊，毋是游戏。我是迄派。迄个迄落。对啊。其实即马真侪少年拢算迄落手机啊啦，用着，因为对因来讲，你若买一台电脑，还是讲爱用厝内迄个电视，伫客厅甲大人咧抢电视，较困难啦，较麻烦啦。但手机啊，落地啊摕出来就当耍啊，伫学校嘛会当耍，转去厝嘛会当耍，坐公车嘛会当耍。譬如讲，阮囝伊高中的时阵，就做咧耍迄款传说对决迄款的。其实因迄嘛做了袂歹耍啊，而且伊会互你调咧啊。即摆真侪，迄敢食毒咧，调敢若有够恐怖诶。电子鸦片。对啊，恐怖。因为伊迄都是。虽然我咧耍魔兽世界嘛是共款，有当时咧耍啊透天光。哎呀，最近拄好20周年，耍啊。因为因迄都是伊诶目的，就是爱互你调落啊。伊就是爱互你一直耍一直耍啊。而且手机啊，电动迄。比电脑也是迄款主机迄款的，我感觉伊会搁较调的，因为你着放在裤袋啊，你随时着通摕出来耍。对，而且你佫有每日任务，逐工拢爱去线顶来解任务，解任务着放一个垃圾米啊、粪扫米啊，毋过粪扫米啊，你若是收集着30个，着换一个较好的粪扫米啊，较大的粪扫米啊，对，拢是用这个方式。但是迄著是安尼啊，伊著是而且伊个 game 通常拢袂设计了就困难的。对，我拄仔讲迄传说对决迄是较竞技的，迄较难，但是有一寡真济拢是放置型的。放伫遐啊，就替你家己拍，拍你免家己拍，伊替你拍，毋知咧拍啥货。伊就反正伊就看迄个数字一直跳啊，你的角色一直升级啊，你就看迄个。啊，恁老爸老母会啊，数字嘛一直穿安尼。对啊，但是迄款你要讲敢算 game 嘛？我感觉伊嘛是现代一款 game 啦，只是伊迄款伊的 gameplay 程度偌悬啦。对。但是即马就是市场真即马就是啥物款的人拢会当找着伊会当算的 game， 会当安尼讲，甲以前无共。以前算 game 就是最爱算 game 的人，但是即马你甚至讲比如讲 Candy Crush 迄款啊，伊迄款就是无伫算 game 的人，伊嘛会算啊。嘿啊。伊有个人算 Candy Crush 算10档外佫伫算诶，系啊。对伊来讲，伊就是一款伊就是消遣啦。对。而且迄个消遣是会当伫足短诶时间，譬如讲1分钟、3分钟，伊随时会当摕出来算。即马即款尤其是手机啊 game， 真侪拢做即款诶。因为就是伊爱甲你所有诶你诶碎片时间拢甲你填满了。其实咱包括咱做这个 podcast 其实嘛共款啦，多媒体的时代，就是所有的媒体拢会来占恁的时间啦，互恁袂当做正常的代志啦，袂当做工课，袂当休困，袂使困安尼啦。毋过伊咧手机啊，迄游戏就是讲，伊有足侪即落点数会当互你摕啊，你摕久你就有成就感，对无？对。其实大家是要爱即个成就感啦。无毋对，阮做 game 的时阵，就是诚重视迄个。成就感，才有说奖赏，奖励系统嘛。你 game 内底迄个 reward 你要做安怎？你是譬如讲你会弹一个音效，一个声音出来，譬如讲你摕到钱，你就会听到一个钱的声音，还是讲你的画面，譬如讲你真算过迄个啥 Angry Bird， 你若过你若3粒星，伊个星敢若放烟火安尼嘣嘣嘣，你就看，你就爱设计了迄 reward 看起来就会爽。像我即款有强迫症的人我算迄我一个达关我3粒星，我得去后一关，算到尾我就袂瘾算啊。对啊，这其实拢是一寡你设计 game 的一寡迄款技巧啦。对啊，但就我拄则讲，迄魔兽世界嘛，是伊个迄个奖励系统是做起啊，
你就会当摕各种的做起来，啊有诶做起来，即摆逐个拢通飞啊，啊你搁送一寡在涂骹行诶做起来，毋知创啥货，嘿啊，要毋过逐个就是兴咧摕即个物件，对。哦，啊，若是尾啊，你后摆若是有兴趣，你即马有想要做，咱讲莫先讲聊天顶，你若想要做啥物款的游戏，即马互你来想，你会想到要先做啥，还是讲你当咧做啥物游戏安尼？其实我最近是有一个想法啦，是想要做一个迄落穿山甲。哦，台湾的穿山甲。拉力啦。拉力对。因为台湾的穿山甲，即个拉力嘛是算一款台湾的即个物种内底算真特殊的嘛。特有种。对啊，而且用拉力做成电动，我是敢若较无看过。无看过。而且伊的拉力足古锥的。对，伊足古锥的嘛。譬如讲，迄款母的拉力，个会迄个细汉的拉力，个会捌个伊的尾流顶头，迄行起来足古锥。敢若坐公车呢？对啊，而且拉力个会当变成一个敢若球咧。你若当伫个 game 内底安尼射来射去，变成球射来射去，应该是真好。就是古早时代迄音速小子啦。当然来讲。对无？哦，古锥，这袂歹，拉力做一个主角，用这拉力家族。就是有足济无共款大细拉力，有拉力阿公、拉力阿祖、啊拉力安尼，听起来袂歹。嘿啊，来过关来破关安尼，古锥，你安尼拉力做了，你就按做台湾夜婆啦、酒后啦，夜婆嘛袂歹。嘿啊，拢来算落去来参来算，嘿，这嘛是一种，其实这无形中就是无要做教育的时阵尔，啊，毋过咧耍游戏的时阵，你自然就去关心这动物的生态，关心动物的生态的时阵，你会关心咱台湾的故事，对无？对啊，我感觉是耍游戏做游戏是趣味伫遮啦，就是莫真正要讲要教你历史，教你啥，像聊天顶嘛，无咧要教你历史，就是叫你去耍，叫你去佚佗，叫你去感受着讲，伫迄个年代、迄个时代，台湾人甲台湾甲日本警察，其实因的关系毋是亲像有一寡人讲的安尼，嘛毋是亲像迄个咱即个迄个。课本教的迄款，有足侪无共款的角度，因为边仔是人嘛，人都有喜怒哀乐啊，无可能讲这人是绝对的歹人，嘛无讲绝对的好人，其实就是即个面相，咱就讲了解讲台湾历史是安怎安尼。好，今日呢真欢喜，请到马叔来甲咱讲解着即个伊聊天顶制作的即个心路过程啦啊，佮有伊尾啊继续要共款嘛，伫咧游戏界啦，对无？电动界。是。袂走就对啦所以讲大家会当继续期待马叔后摆呢，佮会推出啥物新的作品。咱这边呢是依然之声少年人的现役广告电台，咱后一集继续空中再会。